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今日我哋福起来带来故事，系一啲有关于我哋嘅勇气，还有我哋嘅追求梦想，还有我哋对艺术热爱的故事。差不多喺20年前，嗰時，一啲23歲客家妹嘅，一啲人都買一啲單場嘅機票，比去西班牙去學跳舞。但是後來又轉去我哋劇場啦，轉去我哋戲劇，最尾睇伊啲戲劇地方嘛得到幾多嘅獎。而喺來自我哋平常故事，還有但是伊啲故事睇啦，喺我哋奇妙睇嘅啲小飛機咯，都係欣賞。而同我哋分享講，一路向伊追求夢想，同時伊得到乜嘅係有意識係乜嘅。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小飛機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岐山嘅岐山嘅小飛機。冇唔錯，來自岐山嘅小飛機。係啊，係同婆婆記得人睇嘅啦，就講嘅係岐山嘅人啦。可是想睇岐山嘅話，你這個係咪印象咪越多呀？印象幾多？你睇冇睇岐山一睇一多都6歲。都6歲。6歲。佢6歲係響喏。6歲係就去鳳山。哦，你去鳳山，因為有讀書嘅關係。佢後來你一直睇鳳山都睇係咪？嗰時等於你講，你有咩求學過程，你出到睇過南浦啊？冇，我高中去新竹女中，以後就轉來高雄師範大學，所以還是走來走去。嗰時我頭先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你有講到講，其實23歲嘅時間。去買一台機票去西班牙嘛吼，我都想講，因為心中5種吼，做唔出叛逆女性啦。因為我意思講到心中5種嘅，伊哋每日都感覺到講，伊哋心中5種吼，雖然講唔係講我北一女啦吼，但是伊個因為講我哋真係係啲一方之霸。係啊，嗰時我因為講喺當初喺台灣咧，伊啲教育地位，還是講即個國情嘅關係，比較行到今天一條路。我感覺我當時時候我就想要出國，唔過細時候我搶啲喺美國，我講去讀耶魯大學，我咪唔知耶魯有乜嘅啊，唔過後來就去上美術班嘛，美術班就新竹女中美術班啊、高師大嗰種，我就會想要去法國，所以我喺當時時候我就想要出去突出嘅嗰種。係嗰時學藝術的話，想要去法國，也係佢從你哋聯想去法國係藝術之都嘛吼。但是最尾總話幾種機票買去西班牙，啲買茶機票咪咯。嗰時候我咪去我有個學嘅弗拉明戈嘛，唔過係想講巴黎冇嘅弗拉明戈，就講巴黎冇，我去耐咯。就去西班牙，就講好啦，去西班牙。唔過我太學嘅時候，我去學法語，我就感覺我就會去法國。後來我去西班牙時候，我唔會講西班牙語。所以我去跳舞，我去用舞蹈去溝通嘛，我就去啊，就唔會講嘅法，我就去咗，就咁樣。但是佢講呢個舞種有按度啊，譬如講國標舞啊，嚇，當初都係喺弗朗明哥舞地位，喺部分。想到唔會開始去跳咯，因為我感覺弗拉明戈對我嚟講係一種唔是同人社會舞，像芭蕾啦、現代舞啦，就小小有冇敦煌舞啦，每個攏係小小安尼啊。弗拉明戈佢就係先練出來粗啊。嗰時候我嘅爸爸媽媽窮我會考老師，就會就是做老師啦。我嗰時候就叛逆就唔想，就講我係唔想嘅，就是穩定的生活安尼。所以我就感覺弗拉明戈就好像可以發洩那種感覺，我就學給我發洩用的啦。係啊，咁本地幾時時又唔會西班牙文？咁你用以前學講？因為以前係許金仙女老師，佢係台灣的人，佢嗰時候他就是在那個西班牙的皇家舞蹈學院學的，然後我就上他的課，然後佢就講我會上弗拉明戈去西班牙馬德里的上帝之愛。給伊個地方去學弗拉明戈嘅人，我去個朝鮮嘅地方，就講好，因為我就想講，南部嘛，南部吉普賽人啊，嘛個格蘭納達那些，後來他就說要去那個上帝之愛去朝聖，就是在馬德里，那個，然後所以我就去了，這樣子。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戏其实有你讲哈。他就带引荐啦，他就带我去，就是看给以前的老师啊，就讲要好好学啦，要头发要绑好啦，这种就当一个好学生啦。啊，那时候咪喺想讲3年5年啊，活动就喺全心全力去学，5年最终就转来跳弗拉明戈。不过我就会有一摆吼，就去南部参加一个吉普赛人的婚礼，一个日本的同学，一个人的朋友啦，啊就讲。就婚礼的时候，就看到外面啊，就是小孩子啊，给灯影就有给电灯下面，就是电灯嘛，对，电线杆下面啦，就要围在一起，然后就开始拍掌啦、唱歌啦，就会感觉就是很自然的东西，唔会感觉等于起码我啦，一个台湾人啊，就会想过哦，我就会后给啊，就会变弗拉明戈舞者，就感觉唔会安尼，下辈子啊。下辈子投胎要投到那边去才能够跳，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可以去欣赏，然后我可以去，的确用的表演给这种感觉。然后也剧场时候有一次就是感觉到那种弗拉明戈的那种感觉。最后一个姿势，我就感觉用的摆落唔错，我面我身体抽，那冇给感觉啦。啊，不过就以后就是在剧场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训练嘛，啊，一定就会。一个即兴，就会全部的人就会会不会就突然给抓住，然后就用力要把他们摔开啊！这时候就会感觉啊，也就会给裙子就会安尼感觉，然后这时候完全都已经有点不知道出神了啊，就会整个脸都这样子，然后鼻涕什么都流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原来就是那种感觉啊！那个是我那时候学舞的时候一直要学他的方式。他的那个外表的就是他的外向，但是我的内在那时候达不到嘛，所以感觉可以生活的一种体认。但是至少有一个体验里面，我发现到过啊，原来要无底波的精神，其实真是他一种内在压力的一种释放。有，它是不只是内在压力，它其实是很多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或者是他的苦，或者是他的很想要表达，它是完全就是有点往内挖的，把你挖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是很深沉的，他们就是深沉的那种。可是，但是鬼东我们那几年的故事的体育团，其实就这么买单场的机票呢。你想讲3年后、3年5年都贵的呀，咁怎么讲？其实买个单场是想到加嘅意味咯。係冇想啦，不過就因為就覺得我就唔想會，因為你買雙層你就知道買嘅時候就會轉來咩，就會就講過1年就會轉來呀，啊就我就單程咧，學頭上轉來啊咧。你看人低嗎？我也唔低的咧，我應該知道吧，還唔低咯。可是你想講啊，反正不能想講啊，不你看看啦，都是吃苦的，都苦來的，係啊。係，記得係安尼想啦，啊我記得你就擔心嘛，就講反正存的錢也冇按多啊，就存花完就回來了，自然的嘛。但是冇想到，冇想到，冇想到一叫咱過去啊，一叫咱過來台灣。我就3年5年。我記得都很晚啦，就想盡辦法留下來。後來我父母就開始學戲劇嘛，就去學校。我爸爸媽媽就跟我後來就幫助我，就同我幫助，就是把那個戲劇學校讓我早點回去學。可是我係咪講因你跳舞嘅關係、學舞嘅關係，後來又去同劇場去做一啲接觸到，後來咱開始轉去戲劇上面咯。戲劇是因為我以前美術系的時候，我學的美術系很傳統比如說高師大啦、新竹女中，佢哋攏會東綜合美材啦，我哋老師攏會從歐洲轉來嘅，所以我嗰時候就會有點打開眼界，有那種感覺嘛。那我們上的課都不是，就是那我們會發，就是還有很多種。所以我那時候我的作品都當作很像裝置藝術，當作容易給做在行的嗰種。我記得我嗰時候畢業的時候啊，我的老師就講，佢就辦畫展嘛，佢就講在美術館，他就講我會你做一個即興，就是這個作品在那個觀眾面前，我就講不敢啦。佢就說我去西班牙學表演藝術的，我唔敢嘛，他就你就回次就激將法，就激將法，對對對。嗰時你做去表演咧，嗰時表演有不一樣嘅啟發嗎？有，嗰時候我不認識，誰都不認識嘛，就一個演員朋友，佢就講，佢講你安尼怪怪吼，你看起來怪怪啊，唔過你
里面有当到很黑暗的东西，如果很黑暗的东西，怪有的东西，有的东西，唔係講怪熱情的東西，用黑暗，就是很纠結的東西，他就比如講有一個學校可以幫你拿出來，我就然後結果有一個法國的Lego，它是那個一個法國的系統的學校。如果係肢體語言呢，就是它是2年學校嘛，那第1年就是完全肢體這樣子，就唔是講法嘅組啦，因為我們會講西班牙語嘛，感覺劇場都會講法，結果唔是，它就是比如說訓練什麼肢體啦、聲音啦，什麼，比如說第1年訓練就會，比如說日光燈，你會用你的身體表現出一個日光燈的感覺，我會說做一個日光燈這樣子。就是你要有日光燈的感覺，用了之後你等，就是那種訓練方式，所以我就去那邊，然後就是2年這樣。那我是老師就看到我，還講我台灣的，就說以前我店裡面有一個台灣的學生，他們說清雅，不過給錯才上了1年，因為聽1年哈，他的父母就講，冇做那個店就切斷關係，就算佢。嗰時唔算是聽1嘅台灣的學生咧，嘛係有一嘅台灣的學生。嗰時有一啲裝機票地位，唔單止學到跳舞，我哋咧飛起，嘛從跳舞地位慢慢嚟去發現到，以自家地位、女性地位佢層嘅面，有時下我下到節目我哋咪嗰度嗰陣睇內容哦。翻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來自我哋高雄旗山嘅小飛機來到我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我去到西班牙學跳舞，慢慢地要接觸到人哋嘅戲劇。我請問一下飛機哦，後來要接觸到2人嘅戲劇，算是戲劇課以後吼，要歸到台灣冇？有，我就會結束之後我就轉來就講，後來也會貢獻所學，我就去試鏡啊，去上課什麼的，然後就找經紀人，我就因為一個朋友他是歌星，他就幫我找，然後給對就經紀人就，因為那時候我就習慣了，就很直接嘛，人家要說不的話，我必須要收到一個不，我才知道是不行。然後台灣那種很含蓄，都講我很忙，我在聊，我就跟緊追不捨，給對就講我很忙，你是不了解嘛？就我就講台灣超人演有100個，我為什麼要選你？我咩唔知點樣用，就我都奇怪，我感覺都奇怪。就講，我等於不需要演員，我等於需要明星。佢講，我西班牙好嘅話，就中意就好誒，呀，就沒有你的啦，就是那個意思，然後就好吧，就回去，然後就回去了。嗰時等於講要過來台灣嘛，好，但是其實應該講，其實從人嚟講，藝術工作有時就係一個深耕貴久嘅，有時人可能一般寫跳舞好唱歌，本人發現嘅，然後慢慢的有一些人脈，好，那可能會出去。嗰時可能對於下過來你嚟講，天馬唔熟悉啦，係馬唔熟悉，馬唔知講人家作品，好冇得講人家表現。嗰時馬冇可能講以下會本地個台的人物本。嗰時幾時先過來台灣一下就過去西班牙，可是過去西班牙幾時有工作啊？還是講繼續上課呢？冇，我上課咯一直都上課啦。不過我就會就是我就感覺人就是人脈懂聰優嘛，我在學生啊，然後就認識啊，去上課啊，等於就會就是認識很多啊。參加一個劇之後，又會再介紹一個劇啊，就會連接起來嘛，有點像網絡。所以我感覺係啦，就是需要人，就是我們唔會好戲劇系，所以我就感覺就會很自然而然呀，某原因沒有人接帶嘛哈，所以我就轉去就會去試鏡劇團啦，就演戲啦，就慢慢就一直做下來呢。可種這個本來都唔係戲劇本嚟嘛哈，咁行去戲劇內，這個本身有乜個調整嗎？我感覺我唔係當好表現呢，我很害羞。我家人、我朋友、我有朋友人都唔知道我去做演員呢，我甚至於卡拉 OK 人都唔會衝嘅嗰種，我很害羞嘅。唔過我感覺我會想學戲劇，係感覺我想去圖自己挑戰。
是有点将军的感觉，觉得讲就我就是哪边有那个伤口就让你就让你感觉有点自虐那种感觉。我感觉在舞台上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一种训练，因为你要很专心，不过唔做得太专心，因为你会感觉到身边都有人，或者可不过唔错。你不能只会做你自己做得很高兴就好，你不能自己哭啊干嘛，就是你要维持一个刚刚好，很中庸，然后你会有点像那种禅的那种感觉，你要内外都觉得很通，有没有那种感觉？很奇怪，那就是做什么事都要很专心，又不能太关在里面，又感觉是一种很难的训练，所以我就很喜欢去那种，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唔会西语，就是从小给长大的，给唔会我母语，所以我比背那应该背100遍，我背300、500遍，我拢动讲我以后拢还会做噩梦，就会梦见我会忘词来不及干嘛的，不过我就会感觉，就会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训练吧，就是有那种感觉也有一种享受，就是平常都没有人在听你讲话，你也不想要，我唔喜欢同你讲话。回舞台，你就会讲法，人家就会谈讲法你要忘记词，还忘记了，你自己想办法走出来，你之后再重来，你之后再看，你之后再剪接，那很刺激。但是，因为他们讲，因讲感觉就受气，但是我只要想讲，因为头头你就讲，真的就讲到一件事情，我都他冇注意到讲，因为西班牙唔免我哋的母语啦。故事就变成讲，因为讲，譬如讲我哋这个讲法语嘛吼，讲客家嘛吼，我哋今天表演的时间，有些人讲你这个语气又不对，好，感情又没有进去，好，更容易把这个逼上去，冇那讲，你这个容易去说服自己吧，上去做一件事情。我感觉最难的是做自己，就像也还有个讲法，我系休飞去，我系讲觉得有点不知是错。不过你会去演戏的时候，有一部分角色有一部分都是你，但是就会很自由。你看舞台上是一个地方做坏，你做的犯错，你越惨越好生活你不行，所以我感觉是一种释放的感觉。不过我回西班牙，我等于东方演员没冇按到个什么角色，伊等于本来等于拢会明白拢会出去当黑道的啦，要么就是当餐厅的啦，然后黑道很多，因为来面某service的时候就很恐怖，讲恶面就恶面所以就明白拢本来等于就讲好又会出去杀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感觉冇意思，就早期我就感觉，因为讲咯。就讲我们角色拢係沒有家人咧，都冇貸款問題嘅，沒冇沒丈夫沒孩子，嗰種誒，就講我鴉片就吃個台灣就看到像我一樣的角色，年紀的人，佢哋就都得做很多嘛，因為是講自己的語言嘛，所以這是就是利弊的問題，所以在那邊我可以工作，唔過我工作攏會差不多嗰種誒，除非我自己想才有辦法。真是因為頭先我都想聽嘅問題都講，因為這個東方人的面，東方人的面其實係西方人的一個劇場裡邊真係過少見，但是同時我哋嘅角色嘛會受限，因為有時對於有啲角色來講嘛，有啲人來印象都會安尼嘅。係啊。可是唔講，除非講今日係新版。某個東西，然後可能會做改變。譬如講，今日演某個羅密歐與朱麗葉，今日用啲東方言，可能聽人哋評論都可以講怎麼用啲東方言啊某個東西。我都講，譬如講，像我哋一擺去，我今日去過意大利嘛，都好，有啲也算是藝術嘅地方，看到有人做杜蘭朵公主，但係杜蘭朵公主本來都係東方嘅一個故事。可是我如果真係講，伊哋可能用新編嘅杜蘭朵公主嘛，因為有可能嚇，其實真係新編，一新編你冇，佢地位全部拿毛語錄。拿毛我記得
给我知道，给出科那时候目的艺术节，对，然后我就讲啊，也太新编了吧。以为这些外国人就是他以他们的眼光去看呢。嘿，对人眼光你我一路英国也都嫌太中国，对啊。但是对我哋台湾人来讲啊，如果觉得对啊，所以我等于就是讲，也下来就感觉，我比要让他们改观，就是自个下，我有相同志向的，不然的话就会永远都会做给等于印象中的那种。冇错，真是路边的会受限到一种里面的形象的关系。但是问题是，这个组团这个下，迄种比试呢？系啊。唔写的，我4年前就开始写剧本嘛，写，然后参加什么剧作写作班啊，写得很爽这样子。写的那钱呢？钱哪里来呢？你又没学电影呢，又相同的问题，你又冇给，如果你是演员呢，那就要找钱啊，你又本影呢，你又不是有导演背景呢，你又干本影。拿个按多钱不你拍一个东西，就又要比赛啦，干嘛啦，就是相同的啦，就是一直绕圈圈那种感觉。可是等于讲，你这个虽然讲对一开始去跳舞，去剧场，去剧都人家这个写剧本，这个 hip hop 但是等于讲，你路方其实他一条路方的波，一直在挑战你自己。对，有那种感觉，可是你是否讲不到个开吗？我就咁可以，有可以。多少少因为等于讲，你路方路在过大饼在请这个呢。嘿，所以我一下就会感觉，我一下回给我从以后嘛，我11月有一个戏，有一个戏剧，佢讲我的婆婆同个就个我的先生的婆婆，佢等于伊咧喺西班牙人，伊那个是岐山的人，佢等于一种融合。所以我感觉，我就会感觉，我从这部戏开始，我就会想会用一种态度去面对，我唔想去剧场去打仗那种感觉，我会换一种心态，我就会犯错也没关系啦，就会感觉我会较柔软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对观众也好一点，就会感觉一种，不过要不然的话太辛苦了，就觉得可问题也係講，在戲劇裏邊內容咪係一種和解嘛？對啊，一種東西方對於事情的和解，其實係透露得出編劇跟導演這個本身對這個和解。對，有一種和解，還有對自己自我的就是角色的一種尋找。就感覺也哈40幾歲，也哈我還滿年，我從哪裡來？就會感覺這種感覺，會覺得我現在我可以做的事情，會意義很大。我等於用誒，對那種感覺，就會覺得好像40不惑才怪，40很多惑的。對啊。可是很多人講的飛起，慢慢的會感覺到，其實以前佢做前嘅東西，可能更加有意識慢慢的了解到。其實下我哋喺度節目為嗰度播精彩故事哦。放眼古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岐山的飛機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喺劇場地方要發生乜嘅事情。我哋講後來咪要破嗰度嘅天陽嘛，咁有嗰種印象嗰什麼天陽嘅經驗？有一個就係我小時候啊，就同好再見列寧嘅出戲嘛。丹尼爾布魯就覺得好帥後來我回給西班牙，就是他有一次試鏡，就是只有是2個人，2個東方就一個角色，一個很大製作的那種，就是不是獨立製作的那種。我等於是就講就是有點像丹尼爾布魯的女朋友這樣子。然後後來就講丹尼爾布魯，我就不知道他是誰這樣子。我講就後來要去排練的時候，就看到他，我就我的偶像。就偶像那時候就偶像就破滅，就因為個裸係咪？沒，就覺得如你啊，就你啊，就你嘛。如你啦，因為天陽上面可能有一點形象嘛，但是看到你的時候，OK 啊啲。對。
系啊，我唔错。其实有时我哋往人嚟讲，对我那种大荧幕哈，看到你有一种人设哈，但是你真的看到椰子姐，就讲哦，跟同隔壁个阿伯有没有？有，这是奇妙的地方。对啊，真的我唔错。哎，看听你的故事呢？听的故事嘿，有一个叫陶艺嘛，给嘿我那时候刚出道那种感觉，就很菜鸟那里。一天就会找女主角，就是一整片这样，就是独立制片的。那时候啊，就唔知的讲，伊咧做主角的薪水是多少，工时是用的。所有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敌人就讲哦，我要去奉献，我爱为艺术奉献，那就很辛苦，因为他就是独立制片，就没拿个钱嘛。啊，后来就是导演又是很会，就是很会有点那种心理折磨的那种，就会看过，就会把你的那个部分激发出来，就是要让你苦，然后那种感动。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已经工作到14个小时，15个小时。又热又冷，就按来有蜗牛又在身上爬来爬去啊，然后就弄个狗主人，因为很冷嘛。啊，导演那时候就还跟那个摄影的就讲呀哈10个时候，第一镜头就讲过来嘞。啊，后来我就知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就干不过，以后对自己要尊重一点，就是知道要怎么去怎么讲，去要求，或者是也不是说要求啊，就知道自己的底线，然后不会让人家随便的，就是。但是我也觉得那次的经验非常的可贵，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完全的觉得干不过，觉得你觉得为这个奉献，就把个事都冇去想安尼。因为咱来讲哦，我想到因为其实有人都讲过一句话，讲面对导演学的东西无穷样，有的人如可以接触到讲啊，人用看好用我来讲演的，用演的，好，就是讲演的很好。演得很入神，可是有条你都唔，有条你都爱真实的感受。对，所以你投到给了可能真，你都爱那种真实的感受。问题就是你真实的感受冇办法做出来，佢有都不跟着不那个场景，不允许啊能讲受苦。呀，对。然后你都真实会爱给唔给的时间，你都爱给那种角色，但是有时候你讲。都是很不爱多钱的那种的事情。以后唔会想嘅啊，以前唔会想啊，以前就讲哦，按多啊给冇嘛给，係啊，唔夠經驗啦。係，唔再幾時冇困難的咧經驗啦。對。嗰喺我開始唔知㗎，我想到講，即係講，你可能20人先去出去，吼，然後來估了一集誒，然後後來有貴嘅，然後一直都貴啦。因為從頭等於講，年輕嗰時都已經出國咧，好，等於講故鄉有幾多事情都冇聽到。好難講冇聽到啦。咁安尼想法，有時會想到講有的東西，會有遺憾嘛？有，我爸爸佢我也係唔會講啦，唔過我爸爸攏會講，佢從就會講，哦，佢安尼時候就會講誒，就會講，哦，如果吼。佢擺佢就講以前的往事啦，佢喺帶我去教師甄試，那時候就唔想去嘛，佢就講好啦，就去，佢就去的時候我第二口試我進場，就口乾了，就想要濕水，佢就同爸爸講我想要濕水，我爸爸就趕快就請咩就是那個販賣機我買個水本來，都會。佢冇零錢，佢就經過同人揾錢就冇揾到，佢面冇錢，佢就很急。後來好不容易就陪人揾到一個錢，就買到一瓶水，就走進去哦。剛剛好個口試鈴就響了，就冇給，就進去了。佢擺考試就會備取第一名，就感覺還好備取第一名。爸爸就很悔恨佢就講都是他的錯。要是我冇按本，要是我用嘅，我去有錢，我去做得咁知道怎麼操作，佢就吃到水，佢就會拿到個老師，佢就會留下來。我就想到我就講，我每擺談到嘅我就會很難過。唔過我唔到，我就裝硬，我就講冇，我就會笑他安尼啦。後來我等就係我父妹妹攏喺國外嘛。我等於就明年都轉來就會盡量跟他們在一起等於沒感覺很遺憾不過這是選擇的問題嘛。選擇問題我等於就講，我就會想一個方式，就是我等於雖然在國外，不過我等於轉來的時候2個月就回屋企，本等於可能就跟爸爸相處，另外一種方式。我婆婆妹妹我等於我回西班牙的時候做的
我以前小时候啊，我6岁的时候，6岁我拢同伊煮嘛，我感觉我小时候我拢东江去做，我拢回个被子里面偷哭，去练习去做的时候很用的。啊，我就练习了，小时候就安尼讲哦。啊，我回那个西班牙的时候，早晨6点啊，妈妈就打电话就讲，婆婆就过生日，啊就那拢叫不出来啊。我就，所以我也哈，这很多遗憾，很多遗憾。所以我也做一个戏，有冇？有一场戏就会我必须演我婆婆用的。啊，通常我等演员演戏的时候啊，我等于就会想讲，哦，我们要用什么身体啊什么。我拢唔是，我就想讲我喺舞台上，我要带我婆婆转来。我就感觉我的婆婆，我就上期以前用的功法的啦，和那行啦用的啦，我就讲我越用力，佢就转了，佢就在转了，有点像，你就把它换回来那种感觉嘛。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够。我相信人生咧现在有时间无法嘛讲，蛮严重嘛严重啊！你看看同样一个事情，对爸爸来讲，爸伊都感觉到，伊当初嗰种有两三千的爸，伊其实接的给产，如果可能如果争取哈，如果留下来，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会想说哦，我才母我上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好，但是真的是从同样一个选择，但是对某同样人来讲，也被全失的丰盛了冇可能。但是我问你讲，其实后来虽然讲历史乱的韩国嘢，时间乱的韩国嘢，但是其实更加可以做某个事情，係最重要。因为你看到从头到尾咪讲到讲，一开始去学跳舞，其实係一种。人讲啦，怪怪嘅、細妹嘅，拖高中吼，甚至五中拖師範，一路向安尼穩天天，其實伊心底背有幾多嘅想法，有幾多想要做嘅事情，最尾一種機票送伊到一個連花市都冇講嘅地方，後來睇嗰邊簽到一架40人歲嘅人，以後發現佢講啊，我要同自己和解。對啊。但是你可以和解里边嘛，包括到讲，伊很用啊，反正讲弥补，甚至是讲去把以前来冇办法去做到，冇办法去填成到的事情，睇伊的作品底部去把伊念过来。系啊，这也是一种和解啊。对啊。跟自家记忆，跟伢阿婆。系啊。哦，同伢爸爸。系啊。系啊。可是等于讲，我安尼谈方论发现讲，其实也为。一路向人家讲，譬如讲，人家我讲，成為嘅成為啦，吼，高中拖迄個吼，又拖師範拖都做先生啊，一條，嗰種他個人叫我行嘅路，但是你其實選了一條，唔係他個人行嘅路，我哋非常後來，有我感覺到後悔嘛，還是講感覺到講，其實我本來都再幫佢行一擺，啊，真本行一擺咯。我唔會後悔呢，我有時候感覺啦，我也這一輩子我很謝謝我的爸爸媽媽不安呢，因為佢哋都係公務人員哦，佢哋就會希望佢哋都喺身邊，啊佢哋做安演，佢哋就擔心嘛，啊嗰種做得表佢哋安尼去很不簡單，我感覺要是我有小孩，一定係做得辦得到。但是我想問一下 Vicky， 你這個會感覺23歲嘅人感覺，你會不會感謝23歲的你？會，我那時候不擇手段嘛，所以我不會後悔。對，我不會後悔。我感覺我學到很多，我根本看人看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樣，比較客觀，然後也不會按主觀，有沒有？啊，很多是非沒有按。我以前會覺得什麼事情就是這樣子，然後愛情就是一輩子的，然後家人就是怎麼樣。也會感覺很多事情成敗啊什麼啦，或者是不是說你努力就可以成功 ？No， 努力還要機緣，還要有都要剛剛好，就像舞台上都要剛剛好，你才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你不是自己用努力那忘不了了，所以感覺是一種很人生的一種訓練。我感覺也都會這20幾年
还好多的嘛，也是在剧场里面好多的东西。冇错，因为其实尤其係去到別的國家，嚇，我比較量嘅冇像我面前風俗嘅時間，我哋講啊，可能以前我哋睇下面前風俗裏邊有太多限制我們的東西，但是到另外一個國家時間，哦，伊可能我表現我哋某部分的自己，嗯，伊感覺我撞到台灣嘅感覺，台灣對我哋暗號。在國外哈，就感覺你就會對他緊張啊，台灣就覺得給人個卡嘅感覺啊，就覺得有時候台灣人的奧客很多，就講肯定你們要出去住一段時間，你就抵得，就是會覺得那種差別有沒有很多，就是要出去走一趟就會覺得什麼有什麼沒有，對。冇錯。喺節目嘅最尾啦，嚇，你對未來有乜期望？未來，我想。有想講進台灣，嘿，媽媽談到一段歡喜。我想進來試試看，不過我有兩個有卡的啦，所以我感覺最美好的就是兩邊都做來做來做去。冇錯。係啊，因為我有時候做來感覺我係外國人感覺，我自己個旁邊那個路我攏記不得了，係啊。23歲一種機票換飛機，但以為伊個新的一個國家同時嘛，打開無窮嘅路，但是20人後飛機歸來，伊慢慢發現到講，當初伊行嘅條路，唔係一條細路，係伊自家人生地步最重要一條路。今日感謝飛機來到現場分享安多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喎，得聽眼前上來，窮下運通哦。我跟福喜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